成日聽人講我諗一夜致富，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句說話本身就已經係陷阱？所謂一夜致富係人性入邊最危險嘅幻覺。你以為自己純粹想快啲賺錢，但係其實你追緊嘅係捷徑嘅，你唔想努力，唔想學習，唔想承擔風險，你只係想跳過過程，直接跳到去結果。但係現實係市場從來唔獎勵心急嘅人。每一個真正賺大錢嘅交易者，都係經歷過無數次輸錢啊、懷疑啊、反省啊、再出發啊。你見到佢哋今日穩定盈利，其實背後係幾十萬次嘅錯誤同紀律堆砌出嚟。一夜致富嘅心態係最快嘅死亡，因為你越想快呢，就越會做錯決定，越會輸晒，仲學唔到任何嘢。投資唔係賭博，而係用時間同紀律深入研究正確嘅選擇。記住，財富從來唔屬於貪快嘅人，只屬於肯面對現實、願意成長嘅人。我係 Newtype 員阿龍。如果你想學識點樣喺市場入邊穩定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再撳埋個鐘仔。